溪丘甲湾里地区因为地势较低，每一届大雨定定会涌水，为了替民众解决这个艰苦，市府水利局除了增设抽水站设备，也采用高地截流以及延伸上涵等治水方式。而南科成功三街上涵延伸工程，也是高地截流的最后一里路。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当地防洪能量。因为湾里地区地势比较低洼。过去每逢小雨，不要等到大雨，小雨就会淹水。那虽然这几年来淹水的频率跟淹水的深度都有所减少，但毕竟还是淹水。那沿线我们已经建置了5座的抽水站，总共的抽水面积抽水的这个量，每1秒钟可以抽52.5公吨，52.5 cms。那这抽水量很大，可是那个箱涵水抽进来之后，除了进滞洪池之外，要赶快透过箱涵赶快排入海中或排入河中。所以说，这个箱涵的建制是等于说是治水抽水中间的最后1里路。那如果能够把这个工程尽速完成，在今年的雨季或是将来的雨季来临之前，就可以让这个湾里地区大幅的减低淹水的这个几率。水利局表示，成功三街上涵延伸工程预计将在今年8月完工。在施工的期间，有部分的路段将会暂时封路，可能会造成居民出入不方便，请大家体谅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